生阿 May 咧係一個好多元嘅人才嚟嘅，咁咧佢而家處理臨床嘅工作都已經游刃有餘，但係佢冇停低腳步咯。咁佢咧就積極咁樣參與同埋創新一啲嘅模擬訓練嘅課程啦。咁致力咧係幫助我哋即係新嘅同事、醫生嘅同事、護士嘅同事，去咧盡快適應 ICU 嘅工作環境。除咗模擬訓練之外咧，咁我都積極發展唔同嘅醫學科研啦。我嘅研究嘅特別興趣咧就係關於感染方面嘅。咁就喺2017年咧，我哋同理工大學嘅一項研究咧，就發現咗有一隻超級細菌咧喺內地盛行嘅。咁其實喺香港咧亦都逐漸普及㗎啦。而家都攞緊啲唔同嘅數據啦，咁就希望可以分析啦，同埋可以壓止呢一隻超級細菌喺香港嘅醫院入邊嘅傳播咯。咁呢一份研究咧亦都刊登咗喺《刺針》入邊嘅期刊。咁喺2021咧同埋2024年咧，我哋嘅團隊咧都獲得咗香港醫學雜誌頒發嘅最佳學術嘅大獎，亦都係我哋對我哋嘅團隊嘅一個鼓舞嚟嘅。我哋恭喜晒！